馬太福音第7章，唔好論斷別人，上帝就唔會審判你哋，因為上帝會用你哋論斷別人嘅標準來審判你哋。你哋用乜嘅東西量本別人，上帝也會用同樣嘅東西量本你哋。你做乜嘅單槍看到也兄弟目足地背嘅錯失嘅，總係冇想到自家目足地背嘅體諒呢？你自家目足地背有體諒，樣板做得對也兄弟講，你目足地背嘅錯失嘅，我推你跳出來攞。家好嘅人啊，先將你自家目足地背嘅體諒洗走。將看得清楚來調也兄弟目足地背嘅錯失嘅，唔好將神聖嘅東西發本叫嘅，佢哋會轉過來咬你哋；唔好將珍珠發本主嘅，佢哋會踐踏珍珠。你哋求就會得到，尋就會尋到，旁門就為你哋開，因為每一個求嘅就得到，尋嘅就尋到，旁門嘅門就為佢開。你哋當中有罵人，拿一套麵包，反正拿10頭本錢；套5嘅，反正拿3個本錢。你哋雖然快，還得拿好東西本自家嘅子女。咁樣，你哋在天堂嘅阿爸，咁唔係還卡愛將好東西書本求佢嘅人嘛？你哋愛別人樣板對待你哋，就愛樣板對待佢哋。呢就係摩西法律老先知教訓嘅真意義。你哋愛對黑門入去，因為佢跳到滅亡嘅門係法律，路係好行嘅，行這條路嘅人也親到。嘅跳到永生嘅門係狹嘅，路係難行嘅，潛到嘅人也親少。你哋愛提防假先知，佢哋出現在你哋面前，外表看起來像綿羊，仲係地背係兇惡嘅豺狼。你哋看佢哋嘅行為，就會認出佢哋。嫩樹唔會結葡萄，蒺藜也唔會結無花果。好樹結好果子，壞樹結壞果子。好樹唔會結壞果子，壞樹也唔會結好果子。無結好果子嘅樹誒，就斬斷，跌落火地背。所以看佢哋嘅行為，你哋就會認出假先知。佢哋喊嗌主啊主啊嘅人，並唔係隆重為入天國，只有實行愛天父旨意嘅人，才做得入去。萬日來嘅時，千多人會對我講：主啊主啊，我哋是奉你嘅名傳上帝嘅福音，也是奉你嘅名捉鬼，行千道神蹟。嘅時，我愛明明對佢哋講：我從來唔識你哋。你倆條作惡嘅閃開，所以當我倆條話出去行嘅人，就像聰明人起伏在磐石上，就算受到風吹雨淋水沖，嘅屋也唔會崩塌，因為天基在磐石上。總係當我倆條話唔去行嘅，就像昂嘅起伏在泥沙上。受到風吹雨淋水沖，屋就崩塌，又崩到嗒嗒。耶穌講了這條話，眾人對佢嘅教訓感覺非常奇怪，因為佢教訓佢哋嘅事，全有權柄，老佢哋嘅健康教師無窮樣。